教好学，这应该就是教学的意思 ，teaching 对 education。教学是什么意思？咁就是因为这是这个部分的结束，所以讲伊是来感叹咯教学这个代志，就是真好，那这就是教学啦，嘿教学。好，咱继续读。这段你敢买来读一遍？好，来这段。我是毋是先生啊，请你赦免我的毋对，真心欢喜到袂顾你，紧紧牵伊起来，讲我时时赦免你，等了后你着做好模样，互众人学，因为你比别人较大汉，若安尼，咱才有利益。三日讲，先生真努力，对迄碟了后，亲像满天的乌云落了西北雨，清了了，一阵的学生真，这阵的学生真趣味，可能是写条飘毋对，这阵的学生啦吼，是这阵嘿。无阁有啥物代志，真想讲，我的学生真乖啦。学生讲，阮的先生诚好，教学。你分享的画面毋是册的画面，是哦，嘿，是你的 desktop。OK。嘿，Screen 2。是。嘿，安尼有啊。OK。好，咁咪继续，后一章，第二章吼。好，戏面当前，后壁讲有解说，也是现在即马爱来查查者。面当前。当然看后壁就知影意思啊，因为规段毋知你讲啥。系啊，面当是啥物？好，找无，咁咪就看后壁是咧讲啥物？北风，第七声无好。系啊。好，咱先来个读落好啦。好。你讲啥？嘿，就开始读吼。好，伫小学已经年尾，北风冷死死。原来有这个词，冷死死。小下后，竟互招讲，切好素，好是啥物意思？小下应该就是大迄个所在，迄个后，敢是小下的后壁的意思？小下后就是小下，嘿，小下后竟好，后壁都拢完全毋知啦。互招讲，歹势，互招讲。加迄个切好素，嘿，切好素我知啦吼，测后素随便你讲华语，我要是毋知影伊是啥物意思。测后素就测天后的所在。原来是这个意思是安尼哦。好，我来。切好素，为什么叫做互招讲呢？系啊，互招敢是迄个 paper， 迄个物件。看是啊，但是这和你有啥关系？查钱吼。
好说伊个形状有亲像胡椒讲，唔知呢。来看一下胡椒讲，胡长诶 HO 胡椒。我才听过胡椒粉，胡椒讲有即个词呢，伊讲是治胡椒诶当讲，敢是因为迄个切好素伊诶形状有迄个亲像烟筒诶迄个模样就亲像胡椒讲，所以讲。嘿，外形可能有像啊。外形对，外形。你敢有会使去 Google？我感觉记得我近几啊年前去台南佚佗的时阵，有看有迄个因台南市区市中心就有切好素，伊的确有迄个一支长像烟筒的迄个物件。我是伫台湾嘿。台南对，台南文学馆附近去啦，你嘛知影，你有去过吼？我知嘿，对，你看迄个的确是有像迄个胡椒讲吼。对啊，应该就是哦。嘿，对，因为即个故事嘛是，看地图好啦。好，即伫遮吼，嘿，伊迄个学校，嘿，伊个学校伫倒位啊？个即个是伊教册教学诶迄个。所以讲毋知影是毋是伊读册诶，伫倒迄个小学是伫倒位？而且安尼，我看觅，我敢无法度大图互你看，试看觅。Chat无法度。啥物图？就是迄个，你看拄则迄个，若是拍迄个台南迄个切后数，就有真济迄个图嘛。若是找 Google Image，有几若个相片，就是真水。伊个切后数，搁有迄个沙库拉。对，有几若张看无？迄个有树啊，搁有迄个沙库拉树。樱花树要安怎讲？萨库拉。樱花树，嘿，对，迄张我就真水。毋过即个所，即马讲是应该是毋知影是4月抑是倒一个时阵。那里吼，我看一下吼。真趣味呢，头一摆听到即个讲法，叫伊胡椒讲。台湾文学馆敢若是伫车款，即间诶馆。对，伫迄个圆环诶部分。对。圆环边因为我顶回去诶时阵，这刚好伊即马伊拄咧整理啊，拄咧施工中，无度佫围起来。哎呀，无彩。听若是有机会，我是感觉足家己去诶。感谢你，家己。文学馆伫遮歹势，对啊，即间就是文学馆。我记我附近行诶，无啥会记啊。我记敢若因迄个教会嘛伫附近。教会。就是长老教会会教堂啦。是哦。哎呀，顶摆我嘿。我袂记个啥物教堂啊，但是我袂记伫倒位。我顶摆去就是顶摆无机会去遐。所以宿舍后近胡椒讲，应该是就这意思吼。对，真好，真趣味。学着是新的书甲新的迄个昵称，毋知要安怎讲新的。即嘛台南人会安尼叫诶，胡椒讲。会再问看觅。好，宿舍后近胡椒讲，切好数，迄条大路，逐暝到暗的时，有人伫卖小米糕。好，实在是寒天的气象。寒天了解气象是啥物？寒天的气象。气象就是气象，但是气象伫遮用我伫倒拄着即种用法。
其他的意嘛思。袂啦，想会到啦，就是一副哦，是哦，冬天气象安尼啊。嘿哦哦哦，了解了解，迄个景象的意思啊。对，嘿，所以安尼讲嘛是理解。嘿好，这段短短，气你象敢要来读一遍？就是外貌，系啊，外貌外迄种形，面貌，嘿，看伊的气象。嗯好来，我来读。嗯面当前，嗯伫小学已经年尾，北方零四时，宿舍后近湖州港七号所，迄条大路，逐暝到暗时，有人在卖烧米糕，实在是寒天的气象。嗯，好，继续吼。嘿，一暝远，讲啊若，讲啊若，一个朋友来，讲啊若敢是啥物所在？讲啊若。毋知咧，应该是虾米树呐？虾米树呐？好，讲啊若一个朋友来，好，我嘛是好闲。讲啊若，讲啊若，我今仔日看嘿，一条新闻，讲台湾大学欢迎新生用台文写吼。哦，我嘛有看到迄个，有一个星星，就有中华中华民国人伫咧嘿抱怨讲啊，你看无啦，感觉家己就是文盲，大概感觉家己是青梅牛，嘿啊，就迄个学生会诶一个干部也是啥物，就很呛啊，伊就呛声讲啊，毋免讲你感觉，你就是青梅牛，无毋对。系啊，因为讲系啊，看无台文就拢系啊，就是迄个。台湾大学引出整个台湾的风向，所以这是一个好现象啦吼。希望台湾将来风向会行安尼啦吼。讲咱拿，系啊，查无即个所在，我看用汉字查着讲应该江在林对公就是迄个高雄对，公山的山，公，嗯，对。诶，伊讲迄个所在就有一个长老教会的款，哦是哦吼，就是我 Google 讲啊就有一个迄个邮寄，伊有就讲着讲有一个长老教会，嘿，台湾基督长老趣味教会讲哪里是到底什么所在？我嘛毋知。哦，讲台若，南市嘿，政府是什么所在？毋知，来看觅，讲若，因为是迄个嘛，迄个佫是迄个平埔原住民，所以较瓦山嘛。是，离迄个台南市区佫有一段路，系啊，无遐尼近啊。这叫什么所在啊？左都毋知，已经两附溪。近哦，两这只家，我看不到，因为较无熟悉吼。国道3号，敢若国道3号，对啊，是这条，嘿，这嘛。佫有附近佫有预关警，庙嘿，这只敢若是叫做两家还是两家，我毋知吼。关庙，毋知这只我毋捌来两家，的啦，我毋捌哦。食嘿，这就较山内底，我毋捌行到遮来，嘿是，我嘛是，我连听拢毋捌听过。捌听过吼。我看嘛，左顶，嗯，所以要入来这内底要安怎行这细条路。系啊，就山啦。无怪是出现伫迄个人的游记，因为去爬山。OK，好，来，继续好，读吼。继续读。好，讲啊，即暝远公安拿一个朋友来，真心甲因坐伫火炉边，
花路边啊，真熟悉，呵呵。那行话，那讲话，讲起伫因遐有一阵饲牛囡仔去山里饲牛，理解。日落山的时，大家小少骑牛要转去。中，就等哦。诶，嗯，我是会讲日落山啦吼。日落山，对对对对对，日爱读本调，好，了解，日落山。好，若是唱歌仔戏，就会唱日落西山。诶，日落西山，日落西山。好，不要紧，不重要。好，日诶，落西时，大家小少骑牛要转去。中间一个坐伫水墘，了解。迄碟，迄碟是寒天。伊坐伫遐举一支公刀啊，公刀啊是啥物？公刀啊，嗯，管安尼，刀，敢是哦，讲刀，公刀啊？刀，应该啥物？公刀，公刀，公刀啊，有找无？我来看觅，敢是我找的方式毋对。公刀啊，你较找无？公刀，无即个书。是啥物款的刀诶？系先读后壁好啊。我看嘛，一小等下支我知影公刀啊，讲，好，遐看起来是一款的刀，对无？公刀啊，无排字啊，就只是讲哩。系啊，好，咱继续答吼。好，应该想下公刀啊，下汉族系咪？下汉族，下汉字诶，汉族啦吼，汉族，汉族啊，对对对，爱变调。汉字啦，下会使。下汉族，下汉字，嗯那下那甲，真好。哪写？那下哦，应该读本调。那下那甲，那下那甲，饲牛，饲牛伴，饲牛伴，饲牛伴，叫伊转来去。伊讲，我的牛寄恁倒去啊，了解。我的牛寄恁倒去，我要请大家，果然将牛寮填伫牛角。好，这句话是啥物意思？牛寮填伫牛角，牛角是了，牛寮是啥物？毋知咧，牛寮，啥物叫做牛了？我听无。系啊，牛了，牛的饲料，敢是啊？牛无饲料啊？毋知牛的啥物？来牛了，查一下。牛料，找无。无即个事哦。系啊，也是我找，第二点找无，我来找无有啦，第二看。你第二点有牛了啦。是哦，我拄则是倒一个拍毋着。你是讲第二点牛料？牛了，为什么我？收吼，就是牛，诶，就是牵牛的迄个锁啊，叫做牛了。原来是安尼，牵牛的锁啊。嗯，啊是，我我看嘛，系啊，第二点是无共哦，第二点是讲叫做牛皮管，牛皮管，牛哦，牛皮管什么意牛思啊？料。嗯，诶，牛皮管，有伫找地去出现，第二点应该就有啊。为什么我伫找地去无出现即个牛？我写了拍毋着，歹势。是，歹势，我拍毋着字啊。哦，牛料，牛开头的字有足济。嗯哼。好，来，我来记一个。我来做，特别即个嗯，
现这原文论要对错，伫遮个即个。嘿，应该是遐，了，伊用迄个汉字嘛是真有理呢，迄个了，对无？有迄个所爱感觉，无聊，无聊。有西诺兹呢？到几呀？呀。无聊无疲惯，好，了解。就是对，所以就是那是就是 rope 哦 line 是啊，所以这就是牛了，就是空牛索啊啦。空牛索啊，好，牛我来了。记一个哦。较早你饲牛就毋捌咧讲这哦，个咱你是讲啥物？就是较早做囡仔时阵定咧饲牛啊，毋捌就敢若讲索啊，索啊，是，遐无，的确无一定迄个牛了是较文言书面的讲法。好，我来看，好，继续吼，牛了，好，将牛了顶伫牛角啊，安尼就了解意思啊，牛了了解意思，后壁就了解就理解啊，好，顶伫牛角，好，顶伫牛角，好，互牛倒去，厝内的人问伊啥事无倒来，因甲伊讲，伊要伫水墘坐甲神神，好，迄个神神我爱查一个神神是啥物意思？神神就是五神，蛇神的我神，还是真自信，我毋知查者吼。好，我能讲，应该自信拢讲会通。神神哦，是五神，你讲的是对的。五神，叫做神神。神，好，了解好，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好。一暝公仔拿一个朋友来，真心甲因坐伫火炉边，拿烘火，拿讲话，讲起伫因遐有一阵饲牛囡仔去山里饲牛，日落山的时，大家烧酒骑牛要转去。中间一个坐伫水墘，迄碟是寒天，伊坐伫遐举一支公刀啊，写汉字，哪写哪食。饲牛伴叫伊转来去，伊讲我的牛寄恁倒去。我要请大只。果然将牛了填伫牛角，互牛倒去。厝内的人问伊啥事无倒来，因甲伊讲，伊要伫水墘坐甲神神。好，我拄则找迄个公图啊，敢若就找着迄个出世线的汉字的版本，就迄个版本伊的汉字是写讲，迄个就是管水管迄个
水讲的讲道啊，啊，毋过要是毋知影讲道啊是啥物款的道啊。毋知我嘛毋捌看过。哦嘿，管道讲道啊，讲道啊。可能是用一支刀龙、一支弓啊做刀龙的款。我哦，无聊，我以为啦，我毋知啊。啊，有可能，因为讲是下寒字嘛。好，好，咁咪继续。已经9:40，啊，毋过哦，今仔日咱对是较对，晚才开始。嗯，所以你感觉安怎？嘿，你要嘿，无咱今仔日就是相款啊，就是即满换读迄个啥物嘿，金教吼，教会历史，啊好好好，10点半休困啊，莫甲你拖着时间。好好好，嘿，多谢多谢。我你想讲你即满上班啊，你敢你论文敢交出去啊？你敢还佫无用论文？迄啥物要是论文，要无呢？有你要无论文要是过后未啊？要伫咧修改，啊，毋安尼吼，过系啊，就是爱你毋是安看尼足无用看，诶。迄就尽量写，好尽量改安尼。好好，安尼咱来换读迄个基督教会历史吼。我是好好。录影甲听录甲。